米芝蓮機密文件揭3星大廚自殺之謎。法國呢間餐廳近10年嚟都屹立不倒，喺米芝蓮指南中攞足3粒星。佢哋嘅蒜蓉歐芹汁田雞腿最出名，連羅伯迪尼路都要專程搭直升機去食呢味菜。已故法國總統米特朗都係常客。只不過餐廳嘅名廚盧瓦索03年2月已經喺屋企吞槍自殺。佢嘅死訊震驚各界。當外界猜測佢嘅死因嘅時候，佢老婆就解釋有躁鬱症嘅盧瓦索將餐廳上市同埋過分投資，搞到債務纏身，所以先至一時瘋狂自殺。咁啱得咁巧，喺盧瓦索死前，食評家西蒙就喺報章撰文，聲稱引述米芝蓮消息，警告盧瓦索餐廳嘅第3粒星合理地受到威脅。外界都估呢番言論對一直好着緊餐廳金漆招牌嘅盧瓦索好大打擊。事後米芝蓮一直否認有咁嘅事，而西蒙多年嚟就變相成為疑似殺人兇手。只不過前日法國快報就還翻佢一個清白。皆因佢哋登出當年米芝蓮主管布朗嘅機密文件，踢爆布朗真係有講過佢嘅餐廳水準不穩，又缺乏靈魂。而盧瓦索老婆之後寫信向布朗道歉，承諾餐廳會重回正軌。點知盧瓦索最終都係受唔住打擊，自殺收場。嗰位食評家話，機密文件證明咗米芝蓮多年嚟都係推卸責任，只不過想揾佢做替死鬼。當事人布朗就例牌否認，仲話當日咁講，只係想俾對方有改善嘅機會。